用形色 APP 软体程式要来辨识植物。用形色 APP 软体程式要来辨识植物。拍照有叶片啦，有花啦，有果实啊。拍照辨识。哦，这皇宫菜已经开花了哦，结果用那个果实绿色变紫色变黑色，然后可以用来栽培幼苗，可以培养到幼苗哦。皇宫菜生命力也很强盛，一颗可以变很多颗哦，很多颗变了很多，可以培育很多幼苗，可以培育400个。400只的哦，你看这边堤防旁边哦，那个通信不好啊，哦，很久了都没有办法拍照辨识成功哦。皇宫菜又叫牛皮菜哦，它那个叶片大片。